放呀！快放，快放！姐，快放！咋了？姐，给董大年端去啊！我下不了手。姐，你要不杀董大年，咱们可都没脸回黑龙潭了。光辉，我们马上离开这儿，你跟我走，咱们赶快跑，快走，快走啊，快！哎呀，姐。雪梅啊，雪梅，姐，这夫人应该来了。其实我希望他来，他来了，证明他还活着。要不来的话，就说明臭嘴！我没有要说死的意思，我是想说，这要是不来的话，夫人是不是不想上黑龙潭了？不管他想不想上黑龙潭，咱得告诉他。说的也是啊。夫人杀了！夫人，到底杀了没有？夫人没杀董大年，我们能回来吗？姐，夫人，上车，夫人。不行，我得回去。哎，夫人，还有啥事吗？夫人，你杀了人还想回去啊？你们俩在这等着我。光辉，咱们走。小四儿，快报警！他们跑不远，直接到警察局找庞局长。快去呀！好，快去！你也去。哎，你说这夫人急着跑过去干啥？也不知道杀了董大年没有。不管杀了没杀，陈胡子交代咱俩的事儿咋办呢？你说咋办？我想听你说嘛。你总听我说。你说。哎，我说，你咋就想跟我抬杠是吧？大嘴，不管人杀了没有，咱们得看一看去，眼见为实嘛。娘的，这倒像句人话。走吧，走。老爷，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，少爷还在外面读书呢。你快让他回来，打电报啊！姐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啊。恩人，我给你报仇了。姐，咱们赶紧走吧。走。快走！上来，上来，人，快上来！这夫人还真下得了手啊！女中豪杰呀，像个当掌柜的样子。大嘴，没人。人呢？董大年刚刚死了，这件事情肯定和黑龙潭的土匪有关。召集弟兄们，城里城外开始搜捕，我们一定要抓住杀害董大年的凶手。局长，我听董家人说，
是个女人。啥？女人？女人？啊？女人咋了？里应外合的事还少吗？快去！是。女人？就，车咋停了？哎，你们俩这样看着我干啥？夫人，你还有啥打算？打算？啥打算？回黑龙潭呢？大嘴，你说这话是啥意思啊？夫人，你叫我咋说呢？不好说呀。狗娃，我都把人杀了，还有啥不好说的？夫人，我俩为了夫人，大嘴说不出来，我说，我们是来杀你的。杀我？出发！夫人，兄弟们不想害你，但是主意你要自己拿呀。夫人，反正我俩不想杀你。我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杀人，杀人！那土匪不杀人，谁杀人呢？可我不想杀人。哎，有汽车来了。走，快走，走。娘的，警察咋发现咱们的？夫人，赶紧走。姐，跑呀！这么多警察，咱们打不过。我回去也是一死。夫人，不管是死是活，总比落在警察手里强吧？大嘴，狗娃，我掩护，你们赶快带着光辉走。夫人，我们咋能扔下你不管呢？我早晚都是一死。夫人，夫人，姐，你们再不走，我就自己打死我自己。要死咱们一起死。走。